全地着用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圣诗645首，咱着来吟诗。圣诗645首。会众请起立，吟传首。请大家有缘听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圣诗的头前，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伫在西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6年久。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开全能的爸上帝后面，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奉大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光明。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49篇，伫圣诗后面1089页。
也是以赛亚55篇。现着我来替请兄弟来念。经文49篇，以赛亚55篇。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面。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面，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好甲说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来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气魄的所在会发伤病。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这是共心来祈祷。万关灵的爸上帝，万关谢阿罗你的恩典，经调我成做你的囝儿，互阮通伫圣殿这样三角聚集敬拜阿罗你。恳求主帮助我，通时时警醒家己的信仰。也对罪搁较敏感，减少犯罪，得失上侪的机会。阮是罪人，本无配得这个恩典，是你照你家己大声欢喜的旨意，警调阮，白白想赐阮救恩。你知阮拿衫无清气，无通嫁出三号，为了洗净阮的罪过，救赎阮，差派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伊并无犯罪，为了顺探主爸上帝的旨意，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互阮通瓦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仰望十字架的大能，称作伊完成救赎，也守属圣神来住伫阮逐人的内面，成做阮随时的帮衬。恳求主时时警戒阮的信仰，因为阮有时对真理明白无够野，无够真切，受到恼怒真欲的颠盘，会伫行做顶面产生偏差。独独通我靠爸上帝的怜悯、信心的引带，以及上帝的话来提醒家己，减少阮犯罪的机会。恳求爸上帝帮助阮确信，上帝料理万事有绝对的主权。甲美好的旨意，因为你袂捌留一项好面，互行做正直的人。恳求爸上帝引带阮常常伫圣经顶面3到5分，互阮的心怀意念甲行做，拢通甲得救的阮3号，赏赐阮敬畏爸上帝、遵守最大的心志，靠目上帝的话语，亲读圣经，坚固阮的信仰。也祝福阮所敬听的陈经志牧师、牧师娘，
想事因有教育的疼心甲智慧，带领教会牧长，同工三甲服侍，坚固正会友的信仰，传扬福音，兴旺教会。祝福今仔日的礼拜，通荣耀主你圣名。阮安尼恳求祈祷，是用靠主耶稣基督圣出名来求。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1章15到23节，国语和合本269页，台语汉语本219页，显着我来读。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因为安尼，我既然听起恁中间伫主耶稣的信，甲显出伫正圣道的仁爱，就为着恁感谢无煞，祈祷的时笑脸恁。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光的爸，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来亲捌上帝。恁的心目得到光明，互恁知伊吊人所仰望的是怎样。伊的业伫圣道中荣光的富有到怎样？搁在伊的权能向伫咱遮的信的人大到怎样？照伊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大快乐的功用，互伊对世人中国外。伫天里做伊的大名，花卉拢总办政事的、掌权的、才能的、治理的，甲一切所好的名，毋若伫今世，也伫来世，拢搬过远远。搁互万项有降服伫伊的骹下，搁将伊做管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教会是伊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是用万物充满万物的。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是赞美，对目是愿我若听你，我主祈祷，请圣歌队。
正道题目是仰望基督。到回头，请陈经志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圣，咱搁一届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每一个主日，阮拢会当通过礼拜，享受伫即个敬拜的过程中间，愿主阮所献予你的歌声而乐。主上帝常时也通过即个歌词来甲阮友赐。当阮领受主上帝你的话，也愿主你的神运行伫即个中间，拍开阮的心门，收使你的亮光来感动阮，成做阮个人性命的帮站，通好来敲吹进行阮信仰的路途。主，阮将以下分享的时间交代伫你，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圣牧师要直接来问咱一个问题：毋知影咱过去也是讲现在，咱敢有伫卖啥物物件，也是咧销啥物物件？敢有咧卖啦，也是咧销啥物物件？有个人讲右手，互我看一下。牧师无要审判啦，吼，无讲你右手来赶出去。好，咱手放了。所以，咱对过去到现在，拢有只卖一寡人，也是讲人物，也是讲代志。现代社会有过去无的物件，即马真侪人会因为共同兴趣一个物件，兴趣一个人，兴趣一个活动，所以因会组成一个俱乐部。我相信咱通过一寡媒体、报纸、电视，也是讲杂志，咱有当时拢会看起。某咪名册的签名会，某咪歌册的歌迷会，吼歌迷会，也是某咪运动明星、运动员的即个握手会，也是讲签名会等等。常常会去参加这个会的，拢是俱乐部内底人嘛。俱乐部内底人，总是咱即马的名称无一定叫做俱乐部。吼，有诶，或做后援会、后援会，有听过无？我第一堂下开诶，迄种兄弟姊妹讲，你有听过后援会无？因甲我摇头讲无。我想讲，你有听过粉丝团无？哦，大家安尼一直点头，拢真进步。后援会毋捌听过粉丝团。牧师少年诶时，嘛即卖即销一项物件，或者篮球。即销篮球的，特别是销美国的职业篮球 NBA。其中我最爱一个篮球选手，叫做 Michael Jordan， 大家拢捌听过无？就是拍球拍，喙齿就伸只长迄个。牧师特别介意伊，会记你迄个时阵，报纸若是有伊的相片吼，我绝对拢会加落来收集。所以阮老爸老母拢会讲，报纸时有破一空安尼啊。迄个我来加去安尼啊，去到册局，去到文具店，我无哩买册，我也无哩买文具，我去注意啥？有即个球员的相片，还是海报无？所以常常，阮老爸老母互我食中昼顿的钱，我就是欠长个多，就是要来买落来。所以迄一顿，我常常拢无食，就是要为着买遐海报，买遐相片。逐工下暗，转去到厝。拢会准时拍开电视，看啥物货？看体育台，看即个美国职业篮球的即个比赛。特别若是有即个球员 Michael Jordan 比赛，我绝对拢会录影。较早时代，咱有录影带有无？莫甲我骗讲恁毋知影即项物件，明明拢有年纪啊！录影带，
录影落来，吼，所以一场比赛2点钟，迄个下暗我着看4点钟，因为在顶看。隔工学校放学，我毋是随转去，我会走去对，你知影无？篮球场，绝对爱掠昨迄种电视看到的，迄种招数都用遮几步的。后来我发现讲，我迷的程度吼，实在是比袂过一寡人遐尼迷啦。到有一天，我老母走来甲我讲：“经济，你的老爸老母吼，较160几公分尔，你生甲爸爸袂歹啊。不过你也是放弃吧，莫阁遐尼小啊，你无可能去拍篮球。”后来我发现一寡人讲，一寡歌迷、一寡球迷、一寡影迷，这个迷，其实我实在是输因忝是安那，因为这迷的这个人。因有的人一定爱去到现场，甲因所骂的即个对方安那，讨着因的签名，还是甲因安怎握手，还是安那翕相，所以因就是一定爱去接触着对方，较证明讲我就是安那，我是对方的迷嘛，吼，啊上好再当受邀请去参加伊的 party、伊的宴会，甚至有的即个迷。即小的哦，会将家己早起的物件来表示讲家己的忠心嘛。你啊看，吼，我偌支持你的呢，我对你偌忠实的呢，这是我收集你的相片，你的啥物货，就是有人迷到即种程度。我毋知影咱在场的人敢有遮尔迷，无啦吼。咱看少年人拢啥物追星啊，啥物货会遮尔迷。总是我要讲的是，迷即个世间的这个人物、这个物件，最后会当得到啥物？这个歌车、这个影车、这个运动选手，会当互你啥物？人会使互别人的，拢是有限的，拢是暂时的。人会当做的，不过拢是停留伫即个世间。伫1970几年前，就是讲主后公元47年的时，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保罗。这个保罗伊世界去建立一个学耶稣军队耶稣的俱乐部，也是讲后援会。因互一群热爱军队耶稣、学耶稣的人，一只来参加组织。总是这个。因为耶稣三甲组织的这一群人，伊毋是号做耶稣粉丝团，伊嘛毋是耶稣后援会，因号做啥？敢有人知？因号做教会啦。这个教会所要追求的，毋是这个世间的好处，伊是要追求迄个将来要达成，总是永远存在福气。这个教会。即群军队耶稣的人所组织起来，要追求的是永远的活命，甚至是最后会当去到天境、去到天堂，甲天父上帝三见面，佮参加一永远的宴席，甲天父上帝永永远远一夜欢喜快乐。这是即个教会因所要追求、所要达成的即个目标。总是教会，也是讲一群为着耶稣三甲组织的人，因要达成这个目标进前，因得爱照上帝计划来行。上帝计划是啥？上帝计划就是要互全人类拢归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成做基督徒。而且每一个人人拢心灵讲，主耶稣基督是伊的王，是伊的主。是伊的头。原来教会即群基督徒，因为着要达成甲天父上帝会当见面的即个目标、即个目的，因得爱先认捌主耶稣，信任耶稣，成做因性命的主。所以，若是无通过认捌耶稣，就无法度得到永远活，无法度去到天堂，甲天父上帝三见面。总是咱知影讲，初代教会，当保罗甲彼得因伫宣扬、因伫传耶稣的时，耶稣本身一定无伫即个世间啦。所以因伫做即个教会的时，安尼是要互人追求，
无看咧人，也无看咧影，是免啊学习，是免啊追求。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一只。虽然耶稣基督无伫世间，总是教会即群基督徒三甲组织的时，因就是爱活出基督的形象。教会必须爱甲即个世界有所分别，教会必须爱遵照天父上帝的心意来行。教会的领导者永远是耶稣，也因为安尼，教会内底的人因着号做基督徒。因为即群人因真爱耶稣，因真意爱学耶稣，因即想要互家己亲像耶稣相共款，会当照上帝的心意来行。也通过安尼，未信者才会当对基督徒的身躯顶真正来看到耶稣，对基督徒的言行举止来认捌耶稣。都会当是人引带人你来教会时，来确实来听到耶稣。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写予以弗所教会的批信。特别咱所领受的这段，是保罗为着以弗所教会的祈祷。咱看到这个经文内底的记载，保罗伊真欢喜，伊是安怎欢喜？伊听到讲。伊伫以弗所传耶稣了后，一群人真意爱跟对耶稣，所以因组成教会、建立教会，而且这群人因确实相信主耶稣是上帝的囝，因也确实相信主耶稣为着人伫十字架顶所付出的，伊嘛相信通过主耶稣基督会当得到永远活。所以，因知影相信这个代志，相信上帝听因，相信耶稣是为因所付出的了后，这群基督徒因彼此之间是用听甲包容一只来相款待，用听甲包容一只相款待。对基督来的听是啥物？对基督来的听是牺牲，对基督来的听是付出，是包容，是接纳。是忍耐，这是对耶稣来的听。保罗听到以弗所教会基督徒，毋若相信，毋若头壳相信，因也确实有将这个信仰来实践出来。所以保罗伊非常欢喜，伊伫基督中常常感谢上帝，会当互这间以弗所教会真正活出基督的形象，相信耶稣，而且彼此相听。保罗伫欢喜的中间，伊也毋茫讲安尼一间教会会当继续坚持。虽然以弗所教会确实有将信仰来实践，真正有信耶稣，真正有相听，总是这个世界的挑战、试探、甲引诱真大。而且教会活出基督的形象了后，嘛得付出行动，为着耶稣。来行动，不管是为着社会、为着国家、为着世界，教会爱为着耶稣基督来行动，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咱就亲像是耶稣的手相共款，为着公平、为着公义来做，咱就亲像耶稣基督的脚相共款，行到需要帮助、行到弱势者的身躯边。所以，伫保罗的祈祷内面，伊不只是毋望信徒的灵命会当通过信心的帮助，对圣经来更较认捌上帝，也毋望伫信心的帮助下面，对圣经会当明白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为着人所做的。最后，也毋望教会为着耶稣基督伫传福音的时，伫这整个的过程中间。毋免惊吓即个世间的强势。伫保罗的祈祷书内底，咱知影讲，一个人若是无通过祈祷、读圣经、过一个灵修的生活，伊就无资格互人称作是基督徒。
就亲像咱头挂起头所举的即个例相共款。你想要真做一个歌车的歌迷，牧师要直接问咱较早有做过某一个歌车的歌迷无？以恁的时代，莫讲我的时代啦。邓丽君有无？凤飞飞有无？费玉清有无？林凯龙遐尔少年，害我讲拢袂落去。好啦，安尼咱用邓丽君好啊。今仔日你讲你是邓丽君的歌迷，你去参加邓丽君的粉丝团后援会，你去到地，人在问讲啊，你介意伊对条歌啊？我无你听，无你是来创啥？啊，你刚才最近嘛，迄个时阵邓丽君的创啥？即马当然唔免问啦吼。啊，当然我唔知，我没有在追踪邓丽君的这个动态啊。我要讲的是，即个歌车的后援会啊，是讲粉丝团内底人是足少足迷即个歌车嘛，所以会一直听伊的歌，爱了解讲即个人是啥物款的人。上好内底歌迷大人拢在有邓丽君的亲笔签名甲合照，这是要证明啥物代志？证明讲我家己真正是即个歌车的啥歌迷嘛，这是个证明嘛。相款一个人若是无通过读圣经、祈祷、灵修的生活，信心就无法度进入这个人的生命内底，信心嘛无法度伫伊的生活内底有啥物款的作为，无信心的运行甲充满，人就袂互上帝承认伊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有信心的同在，才会当向上帝证明讲。我是基督徒，咱敢有渴望讲得到上帝的信任？咱敢有想要互上帝欢喜？咱敢有想要得到上帝对咱的肯定？咱敢有想要了解上帝的心意？咱家己教会，这个军队耶稣的粉丝团，军队耶稣的后援会，咱家己教会。咱得爱亲像耶稣相共款，追求信心的同在，因为有信心，才有对天来属灵的智慧甲启示。咱人活伫世间是暂时的，咱人伫世间的能力嘛是有限的。无信上帝，无军队耶稣的人，咱所追求、所努力的物件。拢是咱目睭所看会到的，咱照咱目睭所看会到的世界去追求。总是我要讲的是，这个世界会当互你的，嘛是暂时的，嘛是有限的，有一天拢会过去。信心要守住互人的属灵智慧，是要点倒咱人心灵内底的眼界。信心。要照光咱心内、咱的心灵的目睭。换即句话来讲，咱的心灵、咱的内在的目睭，嘛是无互信心来照互光的话。我要讲的是黑暗的状态。当咱心灵是黑暗的状态时，咱得用咱的目睭，照咱所看到的，去追求即个有限、暂时的世界。总是当咱的心灵、咱的内在目睭和信心照光的时，咱就会得到迄个属灵的智慧。咱也知影讲，原来毋是刚有即个暂时有限的世界会当追求，咱要追求的是迄个永远的、暂时看袂到的，总是迄个美好的国度、美好的世界。我要讲的是，当一个人伊的心灵。目睭有去互信心照光的时，伊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式绝对会改变。伊对世界价值观绝对嘛会改变，而且愈来愈亲像耶稣。当一群软弱有限的人会当活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互咱的疼甲信心的时，即群人
自然就是教会。我再讲一摆，一群软弱有限的人，会当活出对基督的信心，会当对信徒活出疼心的时，这群人自然就是教会。这群人相信主耶稣基督国外的能力，有一天会降临在因的身躯顶。照上帝计划的时间，相信的人会国外。这群人相信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是为着人甲上帝和好。既然知影讲上帝主动要甲人和好，上帝主动要疼人，所以这群人因也愿意主动用疼、甲包容、甲人相款待。这群人也相信因所追求、所学习的耶稣，当坐伫上帝的大屏。上帝予耶稣基督的权柄大过这世界、这世间所有的权柄，不管是咱看会到，也是看袂到的灵界、属灵的世界，上帝的权柄赢过一切。因为耶稣基督，伊是这个世界万物宇宙的主，伊永永远远是王。既然耶稣基督坐伫宝座顶，是这个世界的王，是宇宙万物的王。后尾我要讲的是，耶稣伊自然嘛是教会的王，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一群受上帝呼召出来学耶稣的人，所以咱教会内底，咱的教会不管要做啥物，咱的教会内底不管要有啥物款的思想，咱的教会不管是要安怎处理代志，咱的教会不管是要安怎对待人，只会使用耶稣基督的思想甲精神落去做基础甲原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的基督所完全充满的。这是今仔日拢所领受的经文最后的一节。保罗这句话，无共款的圣经学者有无共款的解说，而且这解说拢值得咱会当来学习。不过，要通过一场的讲道，要将这学者所有的解说拢直接讲互完。检查咱的头壳可能会憋开，因为实在是真济，讲袂完。所以牧师要直接互咱一个上简单的解说，上简单的解说。这个上简单的解说嘛，毋茫会当帮助咱信徒继续来追求，继续来学习。这句话就是讲，教会内底除了耶稣无别项，就是这样简单。咱今仔日所领受最后一节的解说，就是这么简单。教会内底除了耶稣无别项，这就是上简单的解说。无毋对，教会内底除了耶稣无别项。教会内底无属世间，无属人的想法。教会内底无属世间，无属人的做法。教会内底只有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思想。教会内底只会使有主耶稣基督的作为。教会内底只会使充满主耶稣基督，袂使有任何一点外口即个世界的思想，也是人的物件之内底，只会使充满主耶稣。咱可能会想讲，牧师你讲到呾，安尼讲减会伤属灵，安尼伤属灵啊吧？教会内底只会使有主耶稣，别项拢袂使存在。安尼敢袂伤属灵？总是我要讲的是，教会就是爱遮尔属灵啊。敢有阿门？有阿门嘛？教会就是爱遮尔属灵。可能咱嘛会想讲，那安尼咱是变啊传福音？因为有真侪传福音的方式、技巧，拢亲像是外口即个世界有的物件，拢若是要属即个世间的，咱是要安怎传福音？遐个方式、遐个办法、遐个技巧，咱袂当使用吗？会记得耶稣伊进入圣殿的时，有人来挑战耶稣，要来陷害耶稣。
伊雕工摕一个罗马皇帝的即个钱文，摕予耶稣，问耶稣讲：请问纳税互罗马皇帝该撒有合律法无？耶稣反问讲：啊，请问即个钱文顶悬的形象甲名号是啥的？即群人讲是该撒的，是罗马皇帝的。结果耶稣甲因讲：那安尼好，该撒的物归互该撒，上帝的物归互上帝。其实耶稣自头到尾的意思是讲，即个世间无一项物件是无属上帝。即个世间无一项物件是无属伫上帝。无毋对，即个钱币基文的顶悬是该撒的像，甲名号无毋对，总是牧师要直接问：人的形象是谁创造甲想出的？是上帝。所以无毋对，钱文归互该撒，总是该撒的性命是谁伫掌管的？是上帝伫掌管。所以咱人伫世间所有的聪明、智慧、才调，甲遮个技术，拢是对上帝来。只是咱人会误用遮个文字啦，知影无？咱的聪明、智慧、才调，遮个技术拢是对上帝来，只是咱人会误用遮个文字。总是我要讲的是，今仔日教会若是活出一个属灵的性命，遮个文字、遮个技巧、遮个方式进入一教会的时阵，伊就变做属灵的文字。因为咱都使用一属灵的工课顶面。最后，牧师要甲咱邀请，咱若是要成做教会一份子，要成做耶稣基督的肢体，咱一定爱用咱的上帝证明我是基督徒。咱一定爱用咱的上帝证明我是忠实的信徒，我真正有跟对主耶稣。我真正有通过读经、祈祷、灵修的生活，互信心运行伫我的生命内底。这需要咱每一个人做伙来努力。教会要振动起来，毋是讲有靠牧师；教会要振动起来嘛，毋是靠长老、靠执事、靠会长、靠遮个干部。教会要振动起来，爱靠每一个人。相信忠实主耶稣基督的面头前，我来讲一解，教会要振动起来，对咱家己做起，咱得爱先忠实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头前，对咱家己来做起。愿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学老，会当常常临到伫咱的桃园教会，常常互咱学老。咱对主耶稣有信心，咱对咱的信徒有疼心，也愿主耶稣基督常常充满伫咱的教会。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阮会当坐伫这个厝体内面，通过礼拜来敬拜你。这拢是你伫创造进前所计划好的。当阮每一个坐伫遮的人，拢是你所计划要拯救、要互阮得到永远活的人。伫你的计划内底，阮伫世间嘛要来明白你的圣囝主耶稣基督，互耶稣成做阮生命的主，互耶稣成做生命的王。当阮组织起来的时阵，阮就互做教会，阮愿意跟对主耶稣基督这个头来做工，阮愿意跟对主耶稣基督这个王顺伊的旨意来做代志。做是主，这毋是一个简单的代志，所以求你的信心特别帮助阮，会当互阮信徒常常祈祷、读圣经，有一个灵修的生活。互你的信心常常运行伫阮的中间，运行伫阮的生命中间。当互阮证明，
阮真正是一个属灵的群体，也愿主紧紧互阮汤教会，成做一个勇壮的机体，军队主耶稣基督这个头，做伙来行动，为着社区，为着社会，为着国家，将这个福音来传出去。因为主上帝，这是你的计划，互每一个人拢会当归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成做基督徒。愿主你的计划，以及教会目标，放伫阮的心底，成做阮努力的一个动力。主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甲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诗78首，耶稣耶稣，用听充满我。会众请起立，应专首。世因的脚，主咱家做路不地菩萨，耶稣耶稣，天听充满我，将来好事，主你所安排主边，主边有好耶稣哟。主边有无亲像做，主边也无分贵贱，我耶稣耶稣，天下充满我，山来好福，主你所安排主边，你的好福。我应该对欢笑，应该给拢是你我出边。主耶稣，天下充满我，咱来好福，主你所安排出边。所以亲像萝卜来好母，我应该安尼甲你安我。主耶稣，应听充满我，当恋来好母，主你所安排主边。会众请坐，即时来奉献。请李正义执事、感性执事来书献。头一摆来教会袂捌奉献意义的，通免奉献。
会将请起立迎奉献诗。只是来报告来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的上后面，我读一遍，请兄弟读两遍。因为安尼，我既然听见恁中间伫主耶稣的信，甲显出伫正圣道的仁爱，就为着恁感谢无煞，祈祷的时孝念恁。以弗所书第1章15到16节，请。因为安尼。我既然听见恁中间伫主耶稣的信，甲显出伫正圣道的仁爱，就为了恁感谢无煞，祈祷的时孝念恁。以弗所书第1章15到16节。因为安尼，我既然听见恁中间伫主耶稣甲显出伫正圣道的仁爱，就为了恁感谢无煞。祈祷的时孝念恁，以弗所书第1章15、16节。请掀开周报第3页，头一页。顶周3场礼拜主日学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金额，请兄弟家己看。本主日甲下主日2场礼拜服侍人员，请家己看。各团契周间的聚会时间、内容、地点、主理的同工以及郑州的聚会人数，请兄弟家己看。教育部举办侪课程时间、甲内容、地点以及主理的讲师，甲郑州的人数，请兄弟家己看，踊跃参加。教会各小组聚会时间，原则上是拜3暗时。请兄弟踊跃就近来参加。教会各小组的代祷的事项，请兄弟关心代祷。第7页，奉献的明细，请兄弟家己看，若有毋对的所在，请向中职来更正。第8页，消息报告，本主日礼拜煞伫4楼交易室要召开临时小会。请小会员出席。中昼12点半，伫201教室要召开团导部甲圣诞节筹备联席会，请陈经济牧师以及团导部部员，今年度甲明年部的部员，以及各团契的首长，也是代表准时来参会。下晡1点半，伫9楼教室要召开主日学会议，请同工老师甲各班的主任出席参会。即礼拜六12月2号下晡5点，伫6楼的副堂要举行今年度的新集体欢迎参会，欢迎中职同工、新集体、新朋友。新婚的夫妇、无道友来参加。下主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要邀请今年度受洗兄弟曾清水、黄庭玉、邱瑜琪、任珍妮、樊之君、卓月妹、李玉盆来点大港节第1支5梦的蜡烛。12月份。1月中日长老是
嘉丁长老，执事是苏依林执事、刘敏洲执事。下主日要来举行12月份生日的庆生，欢迎兄弟踊跃参加，接受牧师的祝福。后主日12点，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财务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下主日12点，伫701教室要召开关怀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教会消息：教会701教室在时间的期间，请兄弟注意出入的安全。各班别上课的情形有更新，请兄弟家己看。2018年顶半年度刑事咧，请伫11月26日，今仔日中昼12点进前交转去办公室。圣经会考的成绩100分甲90分以上的兄弟，请家己看。2017年的第2摆种族学金审查的结果，请兄弟家己看。原则上伫12月3号要来发放。今仔日咧举行幼幼运动会，请兄弟关心带到。好会手册资料厅伫12月17号进前交转去办公室。教界消息：圣德中会妇女事工部77届年会，时间是12月7号，地点伫圣德教会，报名费100块，请简秀柱会长也是朱美玲姊妹来报名交钱。具体消息：本会简丽兰姊妹的爸爸简聪慧先生伫11月10号下晡2点蒙主温调。家属以民间习俗来办理丧事礼仪。12月3号拜日顶晡9点半，伫桃园殡仪馆大德厅举行公祭，请关心带到。主内盖隐节姐妹于11月19日蒙主恩召，享年90岁，定于12月2号礼拜六9点于桃园殡仪馆怀远厅举行告别礼拜，8点45入殓礼拜，敬邀参加并为遗族代祷。会后备有交通车前往平安园举行安葬礼拜，要前往的兄姐，请到4楼公布栏登记。圣诞节的活动有个，请大家备办心，共同来参与。12月2号，即礼拜六暗时8点，伫教会4楼，就是遮4楼来集合来练歌。祈祷了后，要分5个队出去报佳音。9点，搁转来教会门口来点灯，集合来点灯。为下主日开始，有点钟。下主日的点钟拄仔有报告过，就是请今年度受洗的新的肢体来点钟，请点钟的同工注意。以上请牧师补充介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要来一只做介绍。第一位是刘云美、刘银梅姐妹，刘云美姊妹。好，一只按拍拍大家欢迎。好，那接下来就是刚刚等一下牧师介绍的时候不鼓掌，就是刚刚我们周报里面有介绍到的今天盖银节姐妹的家属有在我们当中，特别她的丈夫也是90几岁，94岁这样子的一位弟兄，他仍旧愿意来到我们礼拜堂跟我们一同敬拜。那请我们起立，让我们认识一下。好，不鼓掌，好，不鼓掌。好，那希望我们会后也可以继续来招待，来关心他们特别是在12月2号礼拜六这个早上
希望我们都能够拨空用我们安慰的心去到现场来陪伴我们盖颖杰姐妹的家属，来送颖杰姐妹最后的一程。以上在这边做补充的报告。还有2点补充者，青溪小组12月23号、11月29号拜三，这个拜三，地点是伫刘惠美姊妹的厝。读经分享的内容是《以弗所书》第2章，请兄弟踊跃来参加。以及妈妈合唱团的聚会时间有更正，是每礼拜一的下晡2点到4点。以上。上营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上营煞请牧师祝祷。会众请起立。燃点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我主应当偏着你，主必宽待你，主信心他主只是好望应随待。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神的相通引带帮助阮，互每一个信徒会当活出主耶稣基督你的款式。愿教会成做主耶稣基督的肢体，来遍传福音，互主上帝你的计划会当充满伫即个世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祝歌。
电乐、乐道、